今日同大家嚟到大圍半山，就係想介紹翻一間銀主盤。呢間咧就係呢個屋苑嘅複式樓王。一樣咧，而家即刻同大家上去睇下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arina。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嘅單位，佢個實用面積就有2279尺，咁咧就會係2層再加天台㗎。咁我哋首先咧一入到門口就係一個大概7-8尺好方正嘅客飯廳嘅位置。咁呢度咧就有露台啦、平台啦，跟住兩邊咧都會有個對流窗。咁由於個客廳間隔係好方正嘅，咁咧就大家就可以幻想下，我哋近露台呢度就做翻一個客廳區，後邊近廚房咧就做翻一個飯廳區。咁喺我哋客廳旁邊咧，呢度咧就會連住咗一個平台位置。咁呢個平台就可以喺度種植翻啲植物，或者咧做翻一個早餐區。而喺飯廳旁邊都會有個露台，咁我相信其實呢間屋咧係會非常之通風㗎。咁因為咧喺我右手邊就會向翻東南啦，左手邊就會向翻西北。咁兩邊開晒窗之後咧，成間屋個通風效果就會非常之好。咁喺飯廳旁邊呢一層呢度都會有一個洗手間。咁我哋就睇埋廚房先。廚房咧係一個長形嘅開積設計，咁咧亦都係會有窗，咁佢成個空間都會非常之好用㗎，可以做到一個好大嘅 L 型台面。咁再入翻嚟呢度咧，就會係一個工作間啦。咁啊，可以放翻啲洗衣乾衣機喺度。咁後邊就會係工人姐姐房。咁呢度就會係個工人浴室。上多一層就會係睡房區嘅位置。有時住複式單位，好多客都成日話，成日都要行樓梯，第時老咗咁點算啊？咁呢個你就唔使怕啦。喺其實呢度咧，本身呢度出翻去咧就會係我哋個電梯大堂。咁啊，平時翻嚟如果唔需要經過客飯廳，就可以喺呢度咁啊翻入嚟我哋睡房區啦。咁喺呢邊咧就會有一間套房，成個單位咧就會係4房雙套嘅設計。咁呢個套房咧，咁呢邊就會已經做晒一排嘅衣櫃位置啦。呢度放翻書台，咁呢度咧就可以做翻3邊落床。咁呢度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窗，外望翻山景。而出邊咧都會連咗一個平台嘅位置。呢個單位咧嘅戶外空間咧係非常之多㗎。咁呢個浴室就會配備翻個淋浴間。咁我哋行到過嚟呢邊咧，咁呢度就係另外一個浴室嘅位置啦。咁佢都會有窗，係一個光刺嘅設計。見到浴室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闊落㗎。咁喺對面咧就係有第一間睡房。咁呢度啲房間間隔都係比較方正，咁樣放翻雙人床啊，呢邊咧就可以做翻衣櫃，咁呢邊就可以放翻書台。咁呢度就係另外一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咧就會係有一個好大嘅窗，咁咧就會係外望向翻東南，外望翻獅子山嘅景觀。咁見到房間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闊落㗎。咁咪可以，其實如果唔好似佢咁擺，我覺得後邊放衣櫃，呢度放翻床，跟住望住個山景都非常之舒服。
而嚟到主人房，咁喺咁多間房入邊咧，就唯獨是主人房咧就冇窗台，咁令到成間房間咧就更加之實用。喺我後邊咧就會間咗一個位置，就做返個衣帽間。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嘅浴室啦，長形嘅設計，咁佢就冇配備浴缸，就係配備返個淋浴間，亦都會係有窗，係一個光廁嘅設計。咁我最後啦，就同大家上去天台度睇埋先。天台嘅面積就會大約有770尺，咁會有晒來去水位，有電位。咁我相信呢度咧就可以間翻一個部分咧，做翻一個休息區，平時就可以坐喺度同朋友傾下偈，飲下嘢，燒下嘢食。咁再唔係頭先樓下個平台種花好似唔係好夠種喎，咁呢邊咧都可以再劃分多一個園藝嘅部分。成個單位嘅景觀都係非常之開揚，背靠獅子山，面向大圍市景。咁瑞豐花園咧，就其實而家已經有39年嘅樓齡㗎啦。雖然係舊咗啲，但係佢就勝在夠實用。大家頭先都睇到個單位，廳大房大，間隔非常之好用，方方正正。而因為本身咧屋苑咧亦都會有 shuttle bus 來往返大圍站。除此之外，喺屋苑出邊都會有一架小巴來往返大圍站同埋沙田站，個班次都係非常之頻密㗎。屋苑樓下亦都會設有超市。咁最就近咧，我哋就可以落返大圍站，有個大型商場圍坊。咁而家呢個單位咧，銀主放盤叫價咧就會係2800萬連一個車位。唔知大家睇完呢個單位又覺得點樣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啲咩想查詢嘅，就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連結聯絡翻我。最後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俾翻個 like 同訂閱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